念念哈嘎。阿志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唔去大 Q 诶，你得了走马街啊？點啊嘅，也都攞客家扮演的呀。搓汤圆啊？哎，哎，说到汤圆啊，我以前每次参加喜宴的时候啊，都有那个汤圆拿去炸，吃起来酥酥的，也蛮好吃的。但是之前呢，客家人煮韩版演了。哦，咸汤圆啊，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啦，那我煮给你吃啊。你会呀？哦，当然会啊。我等你。OK， 好，那你做一下啊。好，快点哦。哦，哇，哎，阿志，哎，你看起来手艺好像还不错啊。还不错吧？啊，来吃吃看。我试试看哦。哎，我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还第一次吃到你亲手做的东西呀。客家人的扮演汤圆呐。哎，我们是不是大部分我们客家人啊都要吃这个扮演是用筷耶？大部分就用筷来吃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像很少要铜匙嘛。因为扮演底会料懂多。因为它里面料太多了，所以我们用筷子来夹。哎呦，阿志，韩后生哦，好吃哦，后生等后生啊，哦不错哎，看不出来啊，你的手艺不错哎，里面还有用什么料啊？很多啊，香菇啊，虾米啊，还有那个青菜啊。哦，哎，那像我们这个哈嘎菜里面啊。除了糯米做的有这个扮演以外，还有没有其他东西也是糯米做？有啊。客家人呢，洗白，马吉呀，哎，但是你上面撒那个绿色的粉是绿茶粉，啊，这样子好吃吗？好吃，那我试试看哦。好，厉害哦，好吃啊，好吃，放 Q，洗白用糯米做的啦，所以色的还 Q 啊。哦，怪不得。所以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要吃客家的美食，这些都是我们的点心之一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就要学会怎么说客家话。所以如果啊你后客家话啊，你就落伍了，跟不上流行了。糯米，绿茶糍粑，客家扮演当好食，客家扮演当好食。